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係劉仲志。首先嚟關注有關於善豐花園事件嘅初步調查報告喺今日出爐。報告當中顯示，善豐花園多條成立嘅支柱水泥強度唔夠，要等到詳盡嘅報告出爐之後，先知道是否有人偷工減料。澳門政府公布善豐花園支柱爆裂初步調查報告，港大嘅專家證實，善豐花園多條支柱水泥含量嚴重不足，令到壓力分散到停車場周邊嘅其他支柱，造成唔同程度嘅爆裂。其中一條最嚴重嘅 P9 支柱，原本係要負重600公噸，但係水泥強度只係有正常嘅一半都冇，連專家都話好難理解。呢3條嘅碳化深度係特別大嘅，係達到60mm 至到80幾mm嘅，咁即係大咗1倍，咁就證明咗嗰個混凝土嗰個密實度或者個質量咧都係比較差。P8 嘅水泥含量咧都有13% 嘅，但係 P9 嘅水泥含量咧得4.9% 嘅，係特別低嘅。咁呢個好難理解。咁呢個我覺得即係話可能原因唔止一個啦，不過呢個佢本身唔夠強度，應該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至於善豐嘅發展商榮福建築有限公司係咪涉及偷工減料，專家就話要等當局再詳細調查，但可以肯定嘅係呢個係同水泥嘅質量同施工方嘅疏忽有關。工務局就重申一定會追究到底，但喺調查報告出台之前，當局並冇條件凍結發展商嘅資產，亦都唔會排查呢間公司興建嘅其他物業係咪有問題。我哋暫時未有任何實質嘅證據係證實得到某個發展商呢個發展商出現問題咧，可以對佢係所有嘅做緊嘅工程咧，我都係加倍小心。唔係㗎，我哋同個個都一視同仁嘅。至於你問到係咪可唔可以扣押佢啲嘢，驚佢係將來嘅走路，呢個大家係一個猜測嘅啫。我相信係法律上咧賦予唔到俾我哋公局或者係任何嘅政府機構咧做呢個 action 做呢個行動嘅。如果係證明得到經過檢測嘅報告同埋證據嘅顯示，有任何一方未跟法律嘅要求，呢一種係一種不法嘅事實。由於呢種不法嘅事實，造成咗依家嘅嗰個樓宇嗰個結構嘅風險啦，同埋財產嘅損失各方面嘅，不論對小業主又好，對特區政府又好，所以呢一定係具備條件係追討嘅。港大嘅專家又話，因為隔離嘅地盤已經停工，好難判斷施工過程對善豐花園嘅影響，呢啲都要再之後跟進調查。可以確定嘅係，做咗加固之後，善豐花園暫時冇倒塌嘅危險，但係並唔適合再開放俾人居住。至於幾時先至會有最終嘅調查報告，確定邊個要負起賠償責任，工務局就話呢啲暫時都冇時間表。澳亞衛視記者彭偉慈、李彬彬，澳門報道。馬拉松式討論嘅房地產中介法星期四終於喺